美國嘅內陸客機喺紐約州水牛城失事撞落民居，50個死難者當中證實最少有一個係中國公民，同埋一個美籍華人。調查人員就話，出事前客機嘅機翼結咗冰。吳偉思報道。事發之後一日，大火基本上救熄，成架機幾乎燒毀，淨係得返機尾部分。被撞嘅民居夷為平地。調查人員喺飛機殘骸度揾到失事飛機嘅黑盒，送咗去華盛頓進一步分析。根據黑盒嘅通話記錄，飛機準備降落，下降到3000幾米嗰陣，機組人員睇到機翼同埋擋風玻璃結冰，機上嘅融冰系統顯示燈着咗。機師之後放低起落架，冇幾耐機身突然搖晃得好犀利，機師於是收起起落架，通話記錄之後中斷。飛機墜毀之前冇發出過求救信號。有報道指，美國運輸安全委員會多年以嚟一直要求聯邦航空局正視機件結冰導致空難嘅潛在風險。喺當地時間星期4晚，一架內陸機由新澤西州紐亞克市飛去紐約州嘅水牛城，喺降落之前5分鐘失事，撞落民居，機上49人同地面1人死亡。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證實，死者中包括一個姓姚嘅中國女公民，另外一個姓郭嘅美籍華人亦都遇難。相關的領事，就是負責這方面的領事呢，現在已經到出事地點去了，協助這個當地的警察呀，辦一些善後的一些事情。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向遇難嘅中國公民家屬表示慰問。亞洲電視記者吳維思報道。